续来看花莲港务警察总队，这个月初一，短短一天内，都2个员警方以上发办，一个是轮休啉酒开车，另外一个是甲女朋友冤家妨告、妨害性自主。安尼也未煞，公事公后，花莲港的管制区，互人爬墙围啊走入去，佮跳起伫船顶，一度互当作是偷渡客。安尼一礼拜来就爆发着3件案件。上载奥特曼，慢那偏正平，慢那偏倒平，渡过路口都互警察给抓了个。大哥怎么骑到对面去啊？你们刚才没有啦，我在聊天吗？你有喝酒了哈？没有。OK， 帮我吹口气啊。有啊，你有喝酒啊？哦，你先下车一下。不好意思呢。其实驾酒骑车个地青，看到巡逻的远景态度坚定，才赶紧回去嘞。可以不要撤吗？当然不行，你可以选择不撤啊，车子会扣走，罚18万几瓶。两罐吧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也是警戒的了。没办法，那酒驾零容忍，不好意思。通融一下。非常不好意思，这酒驾真的没办法。驾酒骑车，互警察抓到，阁想要靠关系。伊是花莲港务警察总队4年的远警。这个月初放假啉酒骑车，阁共载，酒测值来到0.53，互依照公共危险罪现行犯逮捕。女警是同一天同一个单位另外一个远警，敢若是借关怀女朋友的机会，涉嫌妨害性自主控告。花莲港务警察总队风气小人耍出问题。那安尼，9月初5下晡3点多，管制区码头敢若有偷渡客搬墙啊逃窜入来，互依照上港法裁罚。管制区有敢若无咧？系从港务公司与管制站的接触，该处围墙较低，他当时的精神状况意志不佳，只是表示他就只知道一直往前走，一直往前走，他想要接近海。加州骑车的警察记大个立管，美国警察升调警职部，那管制区红青门大好，总队除了加强内部教育，也会强化管制措施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